后来，等下过来关心咱的健康问题。每一天一杯这个饮料，已经是真侪现代人的日常。不过，千万因为唔通安尼啦，唔通因为安尼就无啉滚水。因为台中有一个23岁一个姓林的查甫人，伊一天啉2杯半糖饮料，完全无啉这个滚水，加上长期禁酒。 最后呢，唔那由至结酒，到这个放就有血情形。入去病院了后呢，因为血压向降降落来，佫唔知人引起败血症，最后是进入这个加护病房，总算呢保住一命。医生是讲，这个查甫人一个月总共啉超60杯饮料，差不多拢无啉水，所以讲致使伊发炎感染的指数超过标准的90倍。 四讲插落大喙啉凉的，规身人水加正血花。热天啉冰的，寒天啉烧的，一天啉一杯手冲的饮料，已经是真侪现代人的日常生活。一天大概会喝几杯手摇饮？大概1杯吧。会喝几杯？不一定要1杯。虽然饮料真好啉，不过嘛是爱啉水哟。因为台中一位23岁林先生，逐天啉2杯半糖的饮料，无啉水，加上做工课的时间久，定禁料唔去放，若放血了腰子结石，枕头啊无想要去改插，想要到就开始直发烧。反复发烧，就是去外面诊所吃药也不会好，几乎没什么在喝的，都喝茶有汤的。林先生尾啊总算去互医生看，原本就是只是单纯的感冒，想要到煞变甲真食力，变做败血症。怎么血压只剩下60几，那就紧急转加护病房，1、2天的抗生素疗程之后，就度过了比较危险的败血性休克的期间。医师诊断应该是查甫人逐天干那啉凉的，无啉水，搁爱禁料，腰子发炎才会致使规罐病症拢压起来。发炎指数、感染指数到达27的一个非常高的程度，那正常值是多少？0.3，所以接近是升高一个90倍的一个区间带，非常严重的一个感染。 医师强调，喙带时虽然会当啉凉的解喙焦，不过未当完全代替水分。建议逐天爱啉1500cc 到2000cc 的白滚水，才袂互你腰子发炎。啊，若经过这一遍的经验，查甫人嘛惊一条讲，后摆一定会乖乖啊啉水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